2025年9月18日，美國減息1/4厘，且預計年底前再減2次，港股回升至26,900點。香港人口增加，樓市活剔且成交量急增。列合技術分析中的黃金比例和波浪理論，我來分析香港樓市是否見底並開啟新週期，以及2025年9月後的走勢預測。關鍵數據定義：歷史高點 A 浪起點2021年8月 CCI 為191.34點，實際歷史最高點接近192點。假設的調整浪谷底是浪終點低為134點。前一輪下跌浪的幅度191.34至134.00，等於57.34點。未來反彈需突破的點位總列：一、初步阻力位0.382，155.90點，突破此位顯示短期反彈，但可能預咗回落。二、中等阻力位0.5，162.67點，突破此位表明反彈強度增加，但仍可能為調整浪的一部分。三、關鍵突破位0.618，169.44點，這是確認走出谷底的核心點位。有效突破，如連續2週站穩，則技術面確認新上升週期開始。下一目標看向0.786位179.07點或更高。四、強勢反轉位0.786，179.07點，突破此位表明趨勢極強，可能挑戰前高191.34點。從基本面和市場情緒來看，香港樓市很可能已見底。